镜头转来咱国内，回答敢会伫咧北树科 T17、18来设台湾总部，目前要卡关。昨昏暗时啊，台新新光金证实，新光金收有收到台北市府的公文，嘛请台北市府都爱照地上权的契约来启动协调的机制，希望会当找出上好解决的方案。 受外界注目的回答台湾总部设置限缩经伫遐，是毋是伫北市区 T17、T18犹原无定限。台新成功今摆暗时发布当新正式成功征收，收到台北市府来函，请成功征收同意合批终止北市区地上权，呼吁市府依照地上权契约约定，启动协调委员会协调机制。 我们亮董的这一个这么地位这么高的状况，现在也是工商的理事长，尽快的来做协调，那原则上应该会有好的成果。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公开发声，台新成功金控董事长高栋亮希望新修订没有影响董事会决议的情形之下，提出合批解约条件，市府也高算双方解约金，合理范围是5到8亿。 这个还他30几亿，那原则上算一算，大概5亿到8亿啊。5亿到8亿，对。好，所以我们台北市政府开出来的，应该就是解约的这个，应该就是5亿到8亿，对不对？初步是这样。有民进党机关指出，敢若同意40亿，抢出的部分是毋是由回答到3天？李树川回应，回答办事后表示，若中心签约内容包含对新秀的补偿，原则上应愿意全部承担。对于 能跟星光人寿尽快达成协议，而且议会也接受，你有没有信心？我有信心。我们希望能够在，比如说10月24号，也就是辉达给我们正式信函，他正在请我们找其他适合土地以前，我们能够就他首选 T17、18能够有一个初步的结果。 各方一直咧互相发声，要将回答留伫台湾。北市区 T17、T18用地，加速台北市府新收到回答3名并定的关键。台北市长蒋万安伫议会施政报告时阵表示，希望伫10月20日进行，应有一个初步的结果。记者综合报道。